歡迎大家收睇轉碟教學第2集。唔知大家上一集嘅招式練熟咗未呢？咁我哋今集繼續有2個唔同系列嘅招式，所以如果上集嘅招式未練熟，大家記得咧撳翻右上角嘅連結去睇翻上一集嘅招式練熟先咯。咁我哋今集學嘅招式咧有2個嘅，第一個組合就係離手反棍嘅組合，我會示範一次先嘅。離手反棍嘅組合第一招咧就係普通嘅離手反棍，第2招咧就係外離手反棍，而最後一個動作就係燕子歸巢。而第2個系列嘅招式咧，就係我哋極速過腳招式插花系列嘅招式。第一招咧就係極速過腳，第2招咧就係極速過背。第3個咧開始就係一啲嘅延伸招式，就係咧我哋兩下腳嘅雙插花。而最後一個咧就係腳同背嘅雙插花。咁如果大家準備好嘅話咧，我哋就即將開始我哋嘅教學啦。首先我哋學嘅第一個動作咧就係離手反棍。咁離手反棍點樣做咧？我哋分為2個步驟。第一步就係我哋向上拋。大家留意一下咯，我哋離手反棍咧，我哋係由低至高向上嘅時候放開隻手，唔係向上掉啊！好多時咧，啲人向上掉嘅時候咧，碟同棍係會散嘅，呢個係錯嘅。記得我哋咧係向上期間放開隻手啫。大家睇一次咯，向上放。大家見到咧碟同棍咧係會好接近嘅。如果大家做到呢個動作咧，就可以加入埋第2個動作啦。而第2個步驟就係當我哋放手之後，大家會見到一個空檔時間噶嘛。我哋趁呢個空檔時間反手向下邊捉支棍，睇一次咯。放手之後反手向下邊捉支棍，咁大家就會做到噶啦。大家記得咧，練熟咗離手反棍先去第2步喎，因為第2步嘅難度會增加咗好多嘅。咁我哋第2個學嘅動作就叫外離手反棍。頭先第一個離手反棍係就咁向上放啦，我哋第2步咧，我哋咧就輕微向右放手，然後咧反手向另一個方向去反棍嘅。好，大家睇一次咯，我哋向右另一個方向反，然後接翻嘅。好，我哋將個動作拆解一下先。放咗棍之後向右反手另一邊，然後咧翻嚟接翻。最後我哋示範多一次咯，睇住咯，向右喺我哋離手反棍組合，最後一個動作咧就叫做燕子歸巢。其實咧就係我哋普通嘅離手反棍，做完之後喺碟上面兜一個圈，即係咩咧？我哋攞開隻碟睇一次先。捉完之後反手捉完之後喺碟上面兜一個圈，然後接翻。但係呢個動作要做得非常之快。好，加埋隻碟咧就係咁樣啦。離手反棍一捉就向上兜，最後接翻。咁我哋第1個系列離手反棍嘅招式就去到呢度啦。當大家學到3招咧，就可以將3個招式組合埋一齊，咁就完成咗一個好簡單嘅表演咯。咁即將進入就係我哋第2個系列嘅招式插花系列嘅招式啦。喺我哋學插花之前咧，我想大家咧去跟我做一個動作先，就我哋右手拎住支棍，然後咧我哋咧將支棍過腳嘅時候，支棍係打橫嘅，然後左手傳過嚟。好，睇一次咯，過腳傳攞翻嚟。咁喺呢個動作我哋要做到非常之快嘅速度，大概係大家影片見到去到呢一個速度。大家咧連續做幾次。當大家都做到呢個速度嘅時候咧，我哋就可以加埋隻碟嘗試呢一招啦。咁我哋加入隻碟嘅時候要點做咧？我哋有2個好重要嘅技巧。第一，我哋隻碟要拋得夠高。咁點樣先為止夠高咧？同大家之前學拋碟嘅原理一樣，我哋咧要由低至高向上拋。好，我想講一個原理俾大家知先，就係咧大家知道射箭啊嘛。射箭咧就係我哋支箭拉得越後，拉得越緊，我哋支箭飛得出去就越快同埋越遠啊嘛。拋碟嘅原理亦都一樣，當我哋低至高呢個幅度越大嘅時候咧，我哋隻碟拋得出去就會越高。呢個係第1個技巧，記得我哋隻碟一定要拋得夠高，大家可以嘗試。第2個技巧就係咧，當我哋隻碟拋咗出去之後，一離開咗支棍就要過佢啦，即係咩咧？睇一次咯，拋高嘅時候就要過，然後接翻。好，第2個我哋學嘅招式咧就係極速過背。咁咧，我想大家一樣跟我做一個動作先，就係咧喺我哋背後
全棍。呢個動作同我哋第一個學極速過腳一樣，一定要非常之快，非常之快。當大家做到呢，我哋就可以加入隻碟去練習啦。當我哋加入隻碟嘅時候，其實個原理同極速過腳一樣。第一，我哋隻碟呢要拋得夠高；第二，我哋支棍離開一隻碟之後，就要即刻過背。好，大家睇下做一次咯，拋高過背轉身。講一講我哋今集嘅延伸招式先，就係頭先講嘅兩下腳嘅雙插花同埋腳背嘅雙插花。我示範一次先，大家睇住咯，兩下腳嘅三插花同埋腳背嘅三插花。我哋拎住支棍先，我哋一樣做一個模擬嘅動作。拎住支棍，我哋過極速過腳嘅時候，左手接完，左腳就要跳起，然後右手拎翻。好，睇多一次，全跳接翻。當大家做到之後，其實同頭先極速過腳嘅原理一樣，隻碟要拋得夠高，支棍離開咗隻碟就要即刻做翻頭先嘅動作。好，講一講第二個延伸招式咯，即係腳背。咁點樣做呢？大家睇一睇個動作。我哋過腳嘅時候係過左腳。過完左腳，左手接咗棍啦，就喺背後傳。睇一次咯，左腳背後傳，一樣呢個動作要做得快嘅。當大家做到，我哋亦都可以加翻隻碟去試下啦。同頭先嘅原理一樣，隻碟夠高啦，同埋離開咗隻碟之後，即刻做頭先嘅動作。睇一次咯。咁我哋嘅轉碟教學系列咧，就去到呢個結束啦。將來亦都唔排除再有更加多嘅轉碟教學嘅，大家記得密切留意我哋嘅 channel 啊！另外，如果大家想學得更加多嘅話咧，亦都可以報名我哋嘅18區私人班，而我哋嘅報名連結咧就喺我哋下面嘅網站度，咁大家有興趣咧都可以去詳細了解嘅。咁如果大家中意呢條片咧，記得 like、share 同埋 subscribe，多謝大家。